真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前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心愈来愈寒，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天地遐尼大，痴心找苦苦，只要你作伴。阮已经对落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。天明，咱已经交往这么多年啊，而且嘛伫要结婚啊。你的个性我真了解，也毋过我无希望你这么固执，你家己的想法，你知影无？我只是无愿意违背我做人的原则。你实在足自私的呢！你只是想着你做人原则，你敢有替阮爸爸公司的设想呢？今仔莫去讲公事好。免无讲。我敢袂使只只等陈小姐出院，找到安顿遐可怜的囡仔的所在，才去拆伊的厝好毋？你即马竟然替伊在讲话，替伊在求情。我问你咧，你是替什么人做代志？是领什么人的薪水？是伊重要还是我重要？你讲，你讲，你讲啊！你无要讲是无？好，我即马甲你讲，明仔载一定要听伊的事。你若无去听，我家己去。是啦。阿文啊，我来炸一束花，甲一寡水果啦。阿文啊，你是安尼想清楚哟？陪我住院一段时间，你一定要甲我斗相共，总之一定要做好无？好啦，你莫咧讲啊，其实哦，你要讲啥物我拢知影，你放心啦。
你也来这？呵呵，想袂到，讲你也来看你六分啦，吼。你是讲啥物笑话啊？我是因阿兄呢。是啊，嘿，你是伊亲阿兄。啊，那呢，我问你，既然你也是伊的亲阿兄，是咱你要甲拆除，你来害伊哈？你是讲啥？我毋是要拆除的啦，我是要来看阮小妹啦。无时间甲你讲个外戏啥？你死啊！大个废话济，啰嗦啰嗦是。我卖遐啰嗦啊！哈，死啊！大个是。哥，啊，有够笑。有啦，阿兄看卖有要紧无？哈。有啦，无啥要紧啊啦。阿文，是毋是迄讲的故意开车落来咯？毋是啦，是我家己骑车无小心的啦。其实吼，你嘛毋对啦。你是毋是为着要阻止拆除，所以讲故意吼利用这考虑价，你家己骑车去弄伊车咧？哥，等你是咧讲啥物啦？你一个查囡仔是你母声会，人来拆除，迄是合情合理合法的。阿兄即摆足爽讲吼，会当摕到迄卖土地的尾款，要去开一个足大间的餐厅，一定会趁真侪钱啊！你敢若想钱啊尔？生活来讲有我这小妹仔先。你哪会讲即款的话哈？你根本就无咧配合我的计划啊！哥，你会晓卖来食？迄是阿爸叫我来看你的啦。你会卖免讲你家己啊？哥，你才会当出去啊？你马上甲我出去！你是讲啥话？你要气死我呀！你不，你较有良心的好无？你即摆是来看别人，还是要别人受气的哈？迄是伊啦，你身为啊，我够啰嗦你啊！你气死我！你。阿文啊，拜托你啦，你莫咧烦恼，莫咧伤心啊，好无？我一定要用我家己的性命保护我的家族。好总看。你大家听好清楚，明仔载一定要拆除游乐区迄块土地所有的厝。啊，你大家有听哦？有啥物问题，大家会当讲出来。你有啥物意见？你今日敢真是决定？我即摆做决定是袂用的，是？唔是啦，是。大家若是无其他意见，明仔载透早9点准时拆除。无我同意，不准你去拆除。你啥物意思？无我同意，不准你去拆除。小蛋，你等我讲一句话，等我讲煞，你若要卡再搁卡。无啥物通我讲的，我实在想袂到，你拄则伫遮尔侪人面前就甲我闹气。咱敢袂当好好讲一句仔话？事实已经摆伫眼前，无啥物话通我讲啊。你听我解释了，你若要卡再搁卡，好唔好？唔好，你敢若知影同情对方，公司的代志，你敢唔囥伫个心肝内？我看这件代志也是交阮爸处理。你较卡袂得，就甲恁爸搬出来。我认为我无做唔对。你无做唔对，我问你咧，你今仔的责任是啥物？你敢若会晓甲恁爸斗来拆我的台啊？你变了，我想袂到，你竟然对我讲这款话。我为你所做的一切，你竟然讲我敢若遐甲阮爸斗？好，我问你咧，你谁哪特别同情迄个庄下查某囡仔？为什么？你讲啊！你甲我讲啊！人有同情心，这是做人上基本的道理。谁哪无爱先同情我咧？为着你，我全工为台北赶落来。为着你，公司的代志，我替你担责任。为着你，我伫阮爸爸面头前替你讲好话。我替你做遐济代志，你即摆搁怪我？我问你，你良心伫倒位？你良心伫倒位？你讲的拢上有道理啦。你即马要打电话给恁爸爸，这里卡。
世人还拢讲袂通，还遮尔烦呐！你讲什么？你讲我讲袂通？你讲我烦？你讲我清楚啊你？你想我来开？讲袂通对无？你竟然感觉咱两个人已经讲袂通啊是无？你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查某人莫甲伊计较。我哋来考卷看卖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。阿爸，咱哦趁迄个红日大时阵哦，咱赶紧去跳厝。袂用的啦，若要跳哦，嘛要等到阿芬仔家己搬。这个查某仔个性，甲恁母啊，拄共款共款啦，遮尔固执。咱即摆上重要哦，爱顾讲吼，唔通互咱这种定人讲闲话啦。讲我这做老爸，甲你这做大兄哦，为了钱啊，逼去拆阿芬仔厝。咱即摆上重要爱加强的，就是讲爱考虑明年的选举啦。阿爸，入来。报告乡长，今天公司的尤总来找你。尤总是干什么？请入来。是。尤总。乡长，叫要你啦，应该早就来拜访你，也毋过有真侪代志，真无闲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欢迎欢迎。尤总，请坐，请坐，请。对啦，乡长，我是来专工向你会实的。阮公司李天林李经理一个无小心开车弄到陈小姐，实在足不应该。我代表公司，请你原谅我。尤总，千万唔通安尼讲，来，请坐。讲起哦，迄是无小心啦，话讲就翻头啊，迄算两个人讲歹运啦。也毋过李经理哦，真心咧照顾阮查某囝。是啊，李经理真够照顾人，而且伊嘛真有同情心，这点我真了解伊。也毋过乡长，同情归同情，拆厝嘛应该爱拆。这是当然啦。也毋过吼，阮小妹伊，我看拆厝这件代志，我是当面向陈小姐讲互清楚。我相信陈小姐应该是一个亲民理的人啊。阿爸，于副总讲得真有理哦。互伊两个查某人讲，无你甲讲会成咧。于副总，无我带来病院找我小妹啊。免，你下早才甲恁小妹搭水果尔，我带尤总来就好啦。乡长，那你都麻烦你啊。尤总，千万唔通安尼讲，咱来去。丽华，咱先去买淡薄物件送给陈小姐。好，于副总。请入来。陈小姐，有较好无？有啦。多谢。你哪搁买物件啊？无啥物啦。哦，你的业务我会全部负责，你这里安心静养。这是你的营养费。哦，袂用啦，我袂用搁摕你的钱，我即摆已经无代志啊。无啦，你一定要收起来。你是
真正袂用的。你若无收起来，我的良心上会足歹过的。假使我若收起来，我的良心嘛就歹过。不管安怎讲，你一定爱收起来啦。你一定需要用到这个钱，不一定是将来啊。我的钱已经有够用。你实在有够坚强，我真正足钦佩你的。你的厝我实在唔甘听。食人的头路，工作若是无去完成，会去互头家责备，也去互人讲话。毋过要叫我违背做人的原则，我嘛做袂出来。所以我想我会离开一段时间。这个钱是要补贴你用的，无啥物其他的意思。李先生，你是毋是为着要空进拆厝，所以害你受到公司真大压力？我会当了解，徛伫你立场还是应当的。你会当替我想，我已经足欢喜啊。也毋过为着要照顾遐个囡仔，我绝对袂放弃。迄间厝是遐个囡仔的，啥物人都无法度破坏。有个囡仔已经失去一个家庭，所以毋管安怎讲，迄定也有一个温暖的所在。你处处拢咧替别人设想，我决定我袂去拆你的厝。假使你若无去拆我的厝，你对公司是要安怎交代？你敢袂去用死头路咧？你家己的代志都烦恼袂了，搁咧替我烦恼，关心我的头路。不过可能阮公司的医务总会亲身来负责拆厝的代志，所以你间厝恐惊真紧会去互别人拆去。不可能，袂用的。哪能我要出院？李先生，我拜托你，我今马上要出院，你帮我办出院好不好？你帮我办出院。真是的，你人还搁倒伫遮，我无应该讲遐济话，加添你的烦恼。我毋知影要怎帮助你，你千万唔通，这个钱你一定要收落来。袂用的啦，我一定袂记摕，真正袂用。这个阿芬啊，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。这个钱你一定要收落来。袂用的啦，我一定袂记摕，真正袂用。这个阿芬啊，阿芬啊，医务总的特别来看你啦。多谢你。陈小姐，这位医务总啊，就是我的未婚妻。我俩准讲你已经袂记得我，就是你的未婚妻咧。陈小姐，相信有我的未婚夫对你的关心甲照顾，你的伤势应该真紧就会好起来吼。阿芬啊，你看医务总的哦，买真侪物件要来送你啦。多谢你。唔免客气啦，莲花。是。陈小姐，这是阮姨父总亲亲挑选的礼物，无计代偌济钱，啊，毋过希望你会介意。来，我替你收来。多谢。陈小姐，你即马住迄块土地是恁爸爸卖予阮公司的，请你莫搁再为难伊，请你主动搬走，若无我是会去拆厝的哦。我绝对袂主动搬走。迄块土地是阮阿母留予我，谁人都无权利甲我赶走。阮有这个权利，土地是阮公司合法买的啊。也毋过毋是我买，我无承认。无承认嘛袂用的，阮会依法处理。我要控制，我无承认，我不会搬走，我绝对不会搬走。更加无可能，可能来拆我迄间厝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，那是绝对无可能。好啊，你莫激动，你是上咱要完全的，吼。陈小姐，
我本来是想要甲你好好参详，也毋过看起来你是一个无明理的人，我都唔相信你有啥物能力要甲我抗争。阿玲，拜托你莫再白讲这个代志好吗？我即马伫咧讲公司，你莫甲我作对。公司莫再白讲讲。借问者，你拄则甲陈小姐是伫咧讲公司，还是私事啊？唔管啦，我一定要拆除。你一个人在交换？你讲啥物？你讲我反？你伫伊面头前讲我反，意思就是讲我无讲道理是无？你听没？你才来。好啦，叶副总，李经理，咱若要讲哦，来好好讲，互阮政府咱小伙混者吼，拜托，来，李经理，请。叶副总，请。对对，真是的。袂要紧啦，讲起来哦，我也对你较歹势啦。叶副总，关于拆除这问题哦，是毋是会当延后？这种代志哦，我来解决。我知影我组囝的个性非常复杂，这点哦，希望叶副总你了解。李经理啊，我感觉哦，你这几工的工课哦，也小放的，啊陪你的避婚车哦，你家己附近咱行行的，反正叶副总的心情会较好哦。我无可能有迄个心情。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好吗？你交代的话拢有着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